大家好，我係 TCL K-Train 大師，歡迎嚟到港之港第35集。我今日會介紹嘅係九龍站。九龍站顏色為淺灰色，位於西九龍填海區柯士甸道西，於1998年6月22日通車，係最大嘅一個機場鐵路車站。九龍站係地底車站，設有兩個機場快線嘅側式月台同一個東涌線嘅倒式月台。九龍站有上蓋綜合發展區，名為 Union Square， 佔地13.54公頃，包括住宅、寫字樓、園坊及酒店。九龍站共設有3個大堂，包括機場快線市區預辦登機服務大堂、機場快線大堂及東涌線大堂。大堂同車站上蓋嘅園坊無縫連接，前者設有航班顯示熒幕及行李寄存服務等。九龍站共設有12個出入口，分別係往停車場嘅出口、往上落客區嘅 B 出口、往園坊及環球貿易廣場嘅 C1、C2、D1 同 D2 出口及往西九文化區嘅 E1至 E6 出口。另外，東涌線月台層之上同下建有密閉空間，原意作為1993年鐵路發展研究中提出嘅東九龍線嘅月台，故喺九龍站興建時已經作預留。然而，該計劃演變成沙中線，亦唔再提出設站喺九龍站，故九龍站密閉空間喺可見將來已經冇用武之地。港鐵喺2016年喺呢個站有2層設置港鐵展廊，並喺2017年2月4日正式開放，參觀者可以喺展區內了解同回顧港鐵嘅發展。展區包括1:1模擬列車車廂、多部列車模型、車票回憶牆、影片觀賞區及多媒體互動遊戲區等。2025年11月15日至12月6日，港鐵推出期間限定港鐵尋未來展，介紹6大新鐵路項目。其後港鐵展廊關閉，部分展品將移師至站建鐵路展。今日九龍站嘅介紹就完到呢度，下集我會講香港站，未完待續。